嘉义市较早的行政派出所改建了后，即搭成做青电创业基地。即摆有办展览，找附近的店家做伙规划，希望更较侪人了解嘉义市旧城的历史。用展览的方式来紹介嘉義市舊城兒童的生活甲產業發展。嘉義市的中正路佇日本時代合作兒童，為迄當陣開始，就是在地人生活中正重要一條街仔。透過這個展覽，要互人更較了解嘉義舊城發展的歷史。即屆的展覽啊，就是咱策展單位和咱店家做伙來策展的，嘿啊，伊就是一個唔是民間嘛，唔是政府的狀態，嘿，我是感覺足趣味的啦。這個展覽的所在，真正是一間派出所，負責的範圍就是中正路這片區域。2002年在拆了後，將做是警察局放物件的所在。嘉義市政府透過舊城創新的計劃，保留派出所的外觀，改建內底空間，將做展覽甲青年創業的基地。我們必須說，就是其實嘉義可能是繼台南之後，才開始慢慢就是地方創生比較有在做這件事的一個縣市。然後因為台南現在已經太多了，然後我覺得嘉義他們慢慢有做出來自己的一個特色。新東派出所它剛好是在中正路的中心，然後也是可以擴散到其他街區，所以我們就是以二通作為主題，去用二通的生活脈絡，去跟來新東派出來西門交誼創新所的旅客去介紹嘉義市。這間3層樓的派出所，在2020年5月改建完工。為着要推廣舊城文化，配合附近的店家舉辦展覽到10月底，刷落來2樓甲3樓會提供地方創新的團隊來進駐，要替嘉義的舊城區帶來改變甲發展的創意基地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